继续来关心台北市幼儿园的性侵案，因为事后的处理不当，一再引起争议。市府讲后礼拜就会提出检讨报告，幼儿园即马已经改做托儿中心，前几天已经互人破拆，昨半暝又搁有人塞车甲弄入去。这嫌犯是讲，因为不满老师的所作所为，才会来犯案。 人行道顶悬的白色轿车，南面向前，南面向后，搁拍肉蛄洞喙油门，冲弄铁门，冲入厝内，车挂白布条啊，写“天理不容，人心穷困”。原来案发地点又搁伫遮。发生事故的顾婴中心伫台北市信义，也就是私有性侵案原地址的所在。4天前才互人破油漆。2日透早3点外，辖区的警方搁举报，互人开车冲动。民警后方到场后，随即以刑法 毁损公共危险、侵入住居等罪嫌，将马姓犯前逮捕。是不满幼儿园吗？警方调查，18岁4马的查甫人涉嫌甲人借车为宜兰所有无照开车上北来冲动，互人当场查到的伊是讲，伊家己原有1岁的查某囡仔，因为不满老师的行为，毋过受害托婴中心伊是发声明回应，犯案的动机无单纯。伊讲代志发生迄当时有人伫边仔翕相，毋若讲怀疑伊是预先有计划，嘛无排除是互人塞索的犯案。网络上面一直有一些人呢，就是在给他多少钱，然后就再喷一次，或者说再去做这些支持这些事情正义的行为，已经是有点善祸杀人犯罪了。这个东西就不是当初的第一件案子的毁损这么简单。针对111年7月当时处理行政流程的检讨报告，还原当时处理的情形，我们希望了解整个处理流程的脉络，并提出完整的精进做法。目前是希望下礼拜可以完成。专案引起社会高度的重视，台北市各局处嘛，互人质疑处理有缺失。台北市政府回应，相关的检讨报告一定后礼拜完成。若是已经互人羁押的幼儿园后生，一定伫8月16做1审宣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